喺動漫節，我就 cosplay 咗英雄聯盟嘅角色阿莉。如果你對呢個妝有興趣，咁呢條片就啱晒你啦！即刻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妝點化啦！我就中意帶咗 con 先化妝嘅，隻手夠乾淨啊嘛，而且容易啲諗點樣化之後想要嘅效果。上個妝 last 足一日，打底嘅功夫就唔可以漏。首先用加強吸收嘅護膚品。跟住呢，就到保濕同滋潤，咁大對黑眼圈又點可以忽略對眼呢？仲要緊緻瘦面啦、防曬啦，再用埋專為妝前保濕而設嘅精華。完成護膚步驟之後就可以開始化妝噶啦。呢款保濕 base 略帶粉紅，所以我會當調色用，再用化妝水噴濕粉撲就可以上粉。我用呢款粉底液只適合單方向掃，全面都唔會打圈掃噶。再用 cushion 填翻平啲毛孔，跟住就要遮走黑眼圈啊、暗瘡啊、暗瘡印等等嘅瑕疵。你有幾可見到以前嘅世界有皮膚問題呢？陰影同埋光影今次就用咗膏狀，佢除咗可以攞嚟修飾面型之外，仲可以攞嚟修飾胸型嘅。然後用碎粉定妝，再用粉餅印喺下眼線周圍，眼線就冇咁容易溶啦。眼影先用珠光白打底，印上色之後再向兩邊推開，跟住就用紅色一層一層咁擴散出去。要放膽啲，一直將紅色掃到大範圍，然後再用深色啲嘅血紅色搽喺眼線位。打圈捽埋啲色，繼續用返同一隻色畫喺下眼線。用化妝掃重點加喺眼尾就會再實色啲啦。眼頭呢就要用白色，大約掃1/3個眼窩。用黑色眼線筆畫眼線，跟住用黑色嘅眼影捽返鬆條眼線，再加返啲紅色，顏色就會變咗偏黑嘅紅啦。下眼線畫粗咗呢，都係用返粉餅遮返，之後用眼線筆將下眼睫毛上面嗰條眼線油黑佢，眼頭拉開少少呢會易畫啲嘅，眼尾都係一樣。阿莉嘅眼型比較尖長，我就揀咗眼尾延長嘅假睫毛，之後再將真同假嘅夾埋一齊，咁就會自然啲啦。喺嘴唇搽打底可以令唇色持久啲，冇咁易乾。阿莉嘅嘴角兩邊會淺色啲，咁我就會先用接近裸色嘅唇膏，跟住再用鮮紅色搽喺中間，然後用手指推開，跟住就淨係加喺最中間嘅位置。如果出咗界，又係用粉餅遮返就 OK 啦。面嘅花痕我會用啡紅色，一邊畫一邊睇住圖，畫嘅位置就會準確啲。跟住用啡色沿住花痕條邊畫，望落咁樣會自然啲噶。嘻嘻，雖然我好中意我個妝，但真係好厚好濃妝噶，用化妝棉卸妝，分分鐘10張都未卸乾淨啦。所以我會用 MCO 納米卸妝液，你睇落去就明噶啦。用之前可以搣走啲眼睫毛先，擠啲卸妝液喺掌心，跟住搽落面，辛辛苦苦畫嘅花痕，捽幾個圈就冇晒啦。眼都一樣，捽幾下啲眼影就捽到成面都係。睫毛液同眼線想卸乾淨啲，就唔懶得要捽多一陣啦。化妝品浮晒出嚟之後，就可以沖水乳化。呢個時候啲水會變咗奶白色，當沖到啲水唔會變奶白色之後呢，就可以照平時咁洗面噶啦。呢支係我近排用緊預防暗瘡嘅洗面啫喱，夏天啊嘛，預防暗瘡好緊要噶。沖埋水之後，呢日嘅潔面步驟就完成噶啦。